为106年开始，政府将4月初7定为言论自由日。国家人权博物馆特别推出政治受难者的新闻人特典，以33位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政府迫害媒体人的故事，让民众体会到言论自由的价值。也毋过嘛，提醒讲，即马假消息遮济，和第一线的媒体工作者面临着新的挑战。好像是命运吧，无妄之灾了。 就是很恐怖、很孤单的人。在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的心中，每一个记忆拢是一篇使人心痛的回忆。33个白色恐怖时期遭受政治迫害新闻工作者，在国家人权博物馆当中，呈现当年迄个言论自由被牵制年代。虽然解严了，但是大家对于白色恐怖所留下来的这个印记，对很多人、对很多新闻工作来讲，都是心里很沉重的负担。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，1947年2礼拜事件爆发了后，当时有18间媒体被迫停刊，包括记者、编辑、印刷厂厂长，这新闻工作人员被判刑，因付出代价牺牲性命，所换来言论甲新闻自由。发展到今嘛，又搁面临假消息的挑战。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新闻作为一个守门人的角色，已经不再能够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新闻。 录下来编辑台，或者是精神性内面的研究工具，透过艺术装置，甲多媒体互动的展示，对即马起到12月中，在人权博物馆内面，带领民众体会过往，反思未来。